三文治再加魚等於幾多呢？ Peach Grape Berry Pinky， 他是老師。點解 Peach Grape Berry Pinky 會做得啱呢？因為呢，佢呢見到六呢就寫六，全部都係六嘅，到到10次。6乘1等於6， 6乘2等於12， 6乘3等於18， 6乘4等於24， 6乘5等於30， 6乘6等於36， 6乘7等於42， 6乘8等於48， 6乘9等於54， 6乘10得60，所以就做得啱啦。Peach Grape Berry Pinky 點解又會做得啱呢？因為2加2等於4， 1加1等於2， 5加5等於10。咁又抄返佢啦喎，4加4等於8， 2加2等於4， 0加0等於0， 1加1等於2， 8加8等於16，再加1， 4加4 8、9， 0加0等於0， 2加2等於4，所以就會做得啱啦。